家好啊，好條四影評咁樣講下咧，飛馳人生啊，第3集咁 Pegasus 即係希臘文裏邊嗰啲嘅飛馬。咁其實作品咧就係韓寒去自編自導嘅，其實都勁嘅，都拍到第3集，同埋咧佢第3集喺國內咧就有成40幾億票房，嚇死人啦，係咪？咁應該係新年嘅時候咧已經喺度播嘅，所以播咗成個幾月嘅。咁我本身咧就諗住喺大陸電影大陸睇啦。咁啊睇 IMAX 諗住平一半啊嘛，咁點知上到去就冇晒 IMAX 版，咁有 4DX 都 OK， 不過價錢都唔平嘅，都成一語啊嚇。不過佢 4DX 咁同埋跟住始終係大陸佢個地方夠大啊，咁佢 4DX 影院咧都幾大下嘅嚇，同埋有啲畫面都善用，好似個環迴一個沉浸式體驗感都唔錯。咁電影就係韓寒導演去自編自導嘅，本身就係一個跨界別嘅職業車手啦。咁佢係場內賽啦、拉力賽佢都有玩嘅，所以咧佢由03年玩嘅時候咧，佢就累積咗豐富嘅經驗，所以拍出嚟嘅時候咧，好咁被視為華語賽車電影嘅天花板嚟㗎啦。咁我覺得都拍得唔錯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同埋 Formula One 嗰種更加激烈嘅臨場感啊，因為 Formula One 都用咗好多 CG， 佢依家韓寒嘅賣點咧就係唔用 CG 或者少用 CG 咧，佢盡量都係用實景嘅，咁樣實景係好睇嘅。咁喺電影裏邊咧，佢就有講嗰個木塵100拉力賽啦，咁嘅第一屆呢個第3集嘅裏邊，咁精彩也者咧就係佢個劇組咧真係要海拔4500米嗰個川西高原實景搭建呢個30公里複合賽道嘅，咁你有沙石地啦、沙漠啦、冰雪啦，唔同嘅地形嘅。同埋因為佢唔用 CG 嘅時候咧，佢啲懸崖急剎車嗰啲咧係實景咧，其實都好難拍，但係拍到嗰種嘅感覺啦，非常好。咁呢個都係全片賣點之一嚟嘅，個實地比賽畫面啦，同我啲危險動作嚟講咧，咁我係8分或以上，齋畫面啫。但係整體咧，我自己俾到係6分至7分之間啦，6.5咁樣啦。男主角就係沈騰啦，喺電影裏面飾演係張弛飛馳嘅馳。咁我係爪哇哇裏邊咧第一次認識佢嘅，又有尹正啦、范丞丞啊，咁我都係睇資料先知道係范冰冰細佬等等啦，又有啲孫藝洲啊，都新一代加咗一紮靚仔都好嘅，咁但係冇靚女啦。同埋男主角阿沈騰咧，就可能都係老咗啲，我覺得哇咁老做車手得唔得㗎？咁電影裏面話係得啦，因為始終你有老花，你個反應都唔夠生仔㗎啦嘛。我總之電影裏面話係得啦。IMDB 嘅分數咧俾到6.8嘅，Rotten Tomato 影評人未有嘅，觀眾咧就話去到97。但講真，我覺得係似哪吒咁樣咧，即係你水分多啲人投票啊嘛，你係咁喪投票嘅時候咧，咁呢97% 就見仁見智啦嚇。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大概係6至7之間，畫面係可以8分或以上。咁但係咧又先讚後彈。讚係咩咧？我相信始終導演咧，佢本身就係有賽車經驗嘅時候咧，係唔同嘅。佢對嗰個車裏邊賽車手嗰個嘅感覺佢嘅經驗係會帶嚟更加真實感嘅嚇。即係話咧，導演係過來人咧，去用專業車手嗰個角度咧，佢所拿捏嘅，譬如可能賽車手對速度嗰種執着喺最後1秒最危險嗰一刻，你先係揼剎車掣轉彎嗰啲咧，或者對零件嗰個敏鋭度聽到嘅車有雜音喎未必只係engineer 先聽到車手佢自己感受到噶嘛。咁喺賽車場上面，尤其是啲你戶外環境之下，即係有時係生死時速嗰種嘅一線間嘅點樣嗰種壓迫感佢都處理得幾好嘅張力。咁個張力咧，無論車手對自己啦，車手與同嘅領航員啦，同埋車手與其他車手之間咧，嗰種嘅張力都拍到嘅。咁啱我彈位先再講啦。當中男主角張弛明明係一個中坑嚟噶嘛，但係拍到即係好似識揸咁樣啦。咁呢都係有賴導演嗰個經驗同埋頭先都講咗咧，因為靠導演嘅經驗啦，佢嘅角度啦，就唔係靠 CG 嘅時候咧，佢講個實景嘅懸崖高原沙漠，尤其是你真係個懸崖裏邊掟彎咧，嗰下我覺得係全片最精彩嘅一個位嚟噶啦。所以導演本身有豐富嘅賽車經驗咧，係其他導演都模仿唔到嘅。另一個讚位就係咧，比賽部分咧，我差唔多全片即係2個小時啦，佢臨尾個大半個鐘都係比賽部分。咁比賽部分真係最好睇嘅地方嚟㗎，因為比賽與賽車與賽車之間有得困啊嘛，車手與車手之間。咁我覺得為咗個比賽部分入場咧係值得嘅，即係嗰個畫面係浩瀚，因為高原地帶啦，你有高山啦，有大霧啦，落雨啦，泥地咧，石屎路啦，乜都有齊㗎啦。頭先我講咗喺懸崖邊咧，
真係嗰個漂移嗰度我都唔知點拍嘅嚇，我以為 CG 嚟嘅，咁原來唔係 CG 嚟嘅，咁我唔知點拍啦，真係嚇死人啦嗰個。同埋頭先我講咗咧，即係導演都拿捏到嗰種嘅張力啊，個張力不單止係車手與車手之間，其實車手同領航員啦嚇，因為地形太複雜嘅時候咧，咁需要有個領航員咧係不斷去指示另一個方向，邊個彎係轉彎，邊個位你要小心咁樣樣嘅。咁但係就算車手同領航員之間咧，其實可以親如親兄弟咁樣樣嘅關係。如果佢哋兩個唔係合作無間嘅時候咧，就好難喺比賽裏邊咧就爭分奪秒咁樣奪穎而出噶啦，好難噶。咁又就車手對自己啦，嗰個要求啦都好唔同。咁同埋第三個值得讚嘅地方就係可能都好重啦，一啲觀眾就係中意睇下啲少少幽默感啊，又睇到角色嘅成長啊。沈騰演嘅張弛咧，有時候有啲有少少嘅冷面笑匠咁樣嘅，咁我睇佢嗰個爪哇哇嗰個其實都 OK 嘅，係咪有少少浮誇咗咧？咁可能係佢嘅特色啦嚇。有啲觀眾就會覺得咧，可能喺緊張嘅比賽裏邊咧，有少少呢個沈騰啊張弛嗰種嘅笑料咧，可能係舒緩一下，幾好嘅平衡嚟嘅。所以點解會係一個新春嘅賀歲電影咁解？咁好啦，而家嚟到係少少談多多趣。頭先我講咗咧，比賽係最好睇噶啦。咁所以咧，談就係咧，比賽畫面係唔夠咯。係啊，因為你臨尾嗰個大半個鐘之前咧，佢有排位賽嘅。咁但係你排位賽都係你自己一部車啫嘛，即係逐步車出嚇。又或者佢都有選拔賽嘅。咁你選拔賽咧，又係你自己逐步車出啫嘛，你計時啊嘛。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個刺激感、緊張感係唔夠嘅。嗱，坦白講，我以前打機，我賽車經驗就係模擬打機嘅啫，咁一定有玩個 PS2 嘅 GT 啦 ，PS2 GT 啊，好認真嘅買埋軚盤翻嚟玩噶，不過啲軚盤好雞啦，就咪成座咁樣啦，幾千蚊或者成皮不等嗰啲，唔係嗰種啦，咁但係都迷過一段時間噶，咁亦都中意玩 Need for Speed， 亦啟發 Fast and Furious 電影系列噶。咁我自己玩咧就中意都係嗰個對賽啊，無論係石屎賽地啊、街賽啊都唔緊要。但係我自己就較少玩就係拉力。拉力嘅問題就係咧，好多時候你自己一個人啊，咁我覺得就會悶嘅嚇。我中意同其他賽車手鬥啊嘛。雖然你拉力都會追時間，都有其他賽車手，但係一齊困嘅時間係少啲，因為嗰個嘅車程太長啦，搞到距離太遠啦。所以拉力賽咧，俾我感覺就係咧，你較少對戰。咁佢今次咧，佢有對戰元素，但係你要褪到最後一大半個鐘咧，我自己就覺得唔夠就咁解咯。咁你個選拔賽啊、排位賽嗰方面咧，都係你自己一支公計時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即係麻麻地嗰度。好啦，就算去到比賽，頭先我講咗有唔同嘅張力啦。咁你車手與車手之間，總係有啲人係玩嗱喳招嘅咧，我自己覺得就唔夠嗱喳嘅，係啊，總係有啲人更加嗱喳嘅時候咧，你先至哇！撩到你嗰種嘅情緒，可能佢想更加真實係，咁咪唔會去到咁嗱喳咯。即係啲基本嗱喳招啫。咁但係如果基本嗱喳招我哋都知啦，係嘛？咁可能困一困你車尾嗰種咧，咁令到你失速啊、失控嗰啲咧，咁呢啲都係份內事咯。咁但係我彈下啫，就係我覺得唔夠盡、唔夠精彩因為有時一套電影咧，你冇一個好 sharp 嘅奸角嘅時候咧，又未必去到最好睇。佢有嘅，咁但係我期望你場內場外賽車道上、賽車道外，亦都有佢哋嗰個嘅奸角嘅時候咧，咁就精彩啦。而第三點，我覺得更加值得談嘅咧，就係成個嗰個故事架構嗰個嘅架構有可能係太重複噶。譬如話咧，佢本身佢好大部分都講嗰個阿諛奉承嗰種文化，又可能等陣輸波俾阿老細啊，可能等陣讚下老細啊，各方面呢啲咧，有少少係起雞皮嘅係好寫實，但係個問題就係戲裏戲外都知啦，都睇過，或者我都係一個咁嘅人嘅時候咧，又再睇有乜意思咧？係咪啊？可能本身我就係唔想做呢種咁嘅人啊嘛，咁但係再俾我睇一次嘅時候，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喎。可能有啲笑料都係咁樣，咁但係咧重重複複，咁其實我覺得係悶嘅嗰個位。又譬如話佢避潛規則嗰啲啦，喂，男人嚟嘅喎，男人都係避潛規則，梗係可以啊。咁當然啦，佢點樣避潛規則你都可以入去睇。但係佢電影裏邊咧，佢都有幫你咧去溫書，溫翻第一二集嘅。咁但係嗰啲係避潛規則啊，俾人玩啊，唔公平嘅比賽啊等等啊，即係唔公平嘅制度等等啊，佢不嬲都有玩呢個橋段嘅。咁你而家第三集嘅時候又再玩一次咧，我就話嗰個公式化啦，個阿諛奉承啦，避潛規則啦，咁就重重複複。
所以如果用嗰個故事深度嚟講啦，咁我自己又覺得 GT 賽車夢幻侶咧嗰個係更加精彩嘅，所以 GT 賽車夢幻侶嗰個比率係更加高分。一來中意導演啦，咁個故事又係真係用真人真事去嗰個個人成長啦，有一個好唔同嘅表達同埋當中有佢嘅父子情等等，所以各方面嘅平衡都好好。但係今次一套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畫面嗰度好好，但係故事就普通咁呢個位就輸咗啦。咁當然男主角張弛咧都做到一般，即係可能中國人做唔到嘅嘢可能會有反抗暗中起義等等。所以咪電影裏面咪表達出嚟咯，咁但係點樣表達咧？我唔講咁多，你可以入去睇啦。但我相信都係重複咗即係第一、第二集嘅嘢嚟噶啦，都係嗰啲嘢咯。所以嗰個結構重重複複就係可能佢遇到佢嘅避潛規則啦、失意啦，咁佢繼續就放棄絕處逢生，咁來來去去都係咁樣噶啦。俾人玩唔放棄繼續努力有時俾人玩，即係佢啲資源有限噶嘛，咁但係又逼佢試車逼佢試車咧，又唔係錫住佢部車嘅，咁就所以好多零件用唔翻即係俾人玩到飛起嗰啲都有嘅。但係我覺得唔係去到最盡咯，或者車隊與車隊之間嘅明爭暗鬥，或者車隊內部佢都有個明爭暗鬥咧，我都覺得唔係推到最盡。所以咁多方面之下咧，我自己覺得個故事就真係驚喜不足嘅，個故事真係普通嘅，我覺得。佢歌又用到Queen 咧做嗰個開場嘅，都幾到然後有唱到光輝歲月咁樣嘅又廣東話感覺嚟講咧，就突然間插入有啲係突兀嘅就唔好淨係得開幕同埋開頭嗰幕用金曲說故事貫穿電影就會更加好啦。另一方面，人類鬥 AI 嗰度咧都有少少似 Top Gun Maverick 咁樣Not yet, not today。始終有一日咧，即係 AI 都會取代晒所有 man flight pilot 嘅，亦都有一日咧，可能都會取代晒咧嗰啲嘅領航員咁樣嘅。但係不在今天Not yet, not today。咁但係就好可惜冇貫穿到部電影咯。Top Gun Maverick 好睇就係佢有貫穿到嘛。咁呢個就係個故事表達上面咧個高下立見。佢當中講咗咧呢個決勝嗰個要決落反轉位嘅，但係一樣咯，我覺得個反轉又係唔夠嘅，即係故事層面嚟講又係爭少少啦。但係總括而言咧，如果你中意賽車，你又中意咧嗰種真實感啦、浩瀚畫面啦，我覺得呢套電影咧齋睇比賽嗰個係值得嘅。但係如果佢個故事如果更加有深度嘅時候咧，哇咁就真係另一個層次啦，就真係可以再加分啦。所以俾我感覺嚟講咧，拍得好嘅賽車電影咧，無論喺畫面同埋故事都一絕嘅時候咧，就係 GT 賽車夢幻侶啦，又係雷神拍嗰個 Rush 啦，即係個畫面同埋嗰個故事咧，我都覺得係平衡得好唔錯㗎，係一個好整全嘅一個賽車電影。咁但係今次咧，我覺得佢只係純粹側重咗咧喺畫面動作方面，故事就真係普通啫。如果歡迎想分享，請 like、share、subscribe，多謝各位，拜拜。